奉茶，还有他护手中，还有拥抱。就可以跟妈妈手牵着手，一起走向舞台。从我们舞台的左手边走下来。感恩活动，奉茶，还有他护手中，拥抱，牵下来，牵着手下来。哦，那个张成连头发都白，满头白了。这个活动让我们可以从跪拜、行奉茶，以及帮妈妈按摩的这个动作，透过动作来表现我们的孝心。有时候我们明明心里对对方有很多的关心和爱，但是碍于一些因素没办法及时的说出来，所以透过这个活动，让各位姐姐可以利用这个活动来做一个情感与爱的交流，实在是非常的可贵。奉茶与感恩礼第3组，请后学叫到名字的前贤从右。